碎的关系，就像了高积木上拼错的城堡。你当时不应该来的，你不应该挡子弹的，你怎么会那么冲动呢？你又要说这些话了，对吧？我知道，你是不想我干预你做重要的事。你别以为我跟过去是因为关心你，我只是碰巧看见而已嘛。你不需要对我有什么内疚感，你又不欠我什么，也不需要给我任何回应啊。明雪，对不起。你永远只会说这3个字吗？你就再让我说一次吧，因为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说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如果我回到2045，遇到老年的你，千万不要去认你，因为你不想让别人看到那个满脸皱纹的你。那我也要说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被远景抓了，你也千万不要来找我，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那个狼狈的我。手中的礼物干枯，支离破碎的关系，就像了高积木上拼错的城堡。我总是贴入你传来的信，无法解读，究竟是乱码还是心中别有企图？你总是不肯说出到底，在不在乎？我想我是爱你的雾，风为你改变颜色雾。史密特，为什么你的眼里全都是悲伤跟绝望？为什么我们这么近，却又感觉这么远？我想我是恨你的雾，放不下的回忆是束缚，冰冷的对白比刀锋残酷，终于按下回答，我选择退出。喂，救命！等等，我去叫医生。等一下，不要！太丢脸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要急。啊？不，
要紧你就去上厕所啊。可是这个，那个，哎呦，就绑起来就好了嘛。哎，真是的。来，谢谢啊！快扶我去厕所，憋了一整天了。来，小心哦。轻点，狂动不要太大，我也不要出来。好。不是很急吗？所以你是要看现场直播是不是啊？哦，那你自己拿好。拿。我们来合照时。人有3级，麻烦你了。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哦，我想要吃橘子，好心帮个忙吧。喂，大半夜的吃橘子啊？好甜啊！好了，麻对。还吃啊？再吃又要3级了。好了，吃完了。你会一直陪着我，直到我出院吗？我是怕我一个人很多事情不方便。不会的。葱。好，等一下。哇！摸到吗？哎呦！哎。